尋日咧就父親節，咁咧我咧就喺網上睇到一個 YouTube 嘅短片，就話成日講觀塘偉業街有間蒸汽火鍋就幾抵食嘅，咁咧就原價嗰個宣傳單張咧就話99蚊，咁我於是就打電話去訂啦。原來咧佢除咗99蚊係基本費用咧之外咧，仲要加一同埋嗰啲醬料嘅費用，所以埋單咧就係129蚊，唔係，所以咧就唔係99蚊嘅價錢咧，係129蚊一個人咧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有時喺 YouTube 睇到片咧，千祈咧就冇完全相信佢廣告嘅內容。一定睇清睇楚究竟內容係點樣。咁嗰個環境咧就一間好細嘅餐廳啦，大概有10張台，咁咧就食物咧大概有10款，咁其中有2款咧就唔係海鮮種類嘅，咁基本上咧質素都 OK 嘅。只不過咧個飯量咧就少咗少少啫，就99蚊咧就爭咗少少。如果飯量多啲咧，我相信咧會更加多啲人去幫襯。咁所以大家呢樣嘢睇廣告咧，睇短片咧，冇完全相信，一定要睇清楚、了解清楚先去決定嗰樣嘢。OK。